Hai să facem un concurs. Haideți după mine. Haide, dragul, da? Ești un zăpăcit. Eu zic să te duci în pădure. Ești... Ba, și nu stăm să socializăm prea mult. Ce frumos ești! Pa!追我9條街係嘛？大家好，歡迎嚟到日本界威。我哋今集嘅主題係野生大熊。喺日本，熊出沒嘅個案正喺度不斷上升，原因係今年農作物失收，導致熊嘅糧食短缺，加上近年野生熊嘅過度繁殖，導致熊嘅數量不斷上升。而最近台灣南投亦都出現黑熊嘅身影，而喺上個月，加拿大亦有學校喺旅行期間遭到灰熊嘅襲擊，導致11人受傷。今集我哋會為大家分享3個遇上熊嘅求生小貼士，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免受熊癮嘅傷害。雖然日本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落雪，但係日本熊並未完全進入冬眠嘅狀態，我哋仍然有好大機會會遇到城市裏邊覓食嘅熊人。而馬路、街道、超市、學校、銀行、神社、停車場等地方已經先後出現過熊人嘅蹤跡，而大家亦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遇上1隻以上嘅熊人，因為熊媽媽往往為咗保護熊 BB 而會向人類發動攻擊或者威嚇。根據啤啤熊求生手冊第1章第1節所講，如果遇到熊人，一定要保持冷靜，與熊保持一定嘅距離，慢慢安靜咁離開。記住，千祈唔可以用背脊對住熊人，或者同熊人互啤，避免發出大叫聲響。選擇慢慢向後退。當熊人對你失去興趣嘅時候，你就有足夠嘅時間離開現場。同熊人保持適當距離，往往係一種好嘅保命方法。當然，當遇上一啲進擊嘅熊人嘅時候，我哋需要有第2種嘅對策。由於熊嘅體型龐大，而且佢嘅活動能力非常強，所以當我哋遇到熊人嘅時候，千祈唔好嘗試爬上樹上面，因為熊本身就係天生嘅攀爬高手。一旦熊人走得太近，你就可以使用防熊噴霧對佢進行攻擊。呢個時候，熊人會因為刺鼻嘅氣體而被逼離開現場。視乎熊嘅體型，當熊雙腳站立嘅時候，可以去到有3米咁高，而且人類應該注意佢
前臂嘅利爪，因為佢通常會選擇攻擊人類嘅面部或者頭部，造成致命嘅傷害。隨住紅人嘅不斷學習同埋進化，而家嘅智慧熊已經識得使用自動門，又或者破壞獵人嘅陷阱。而紅人嘅跑步時速可以去到每小時50公里，而且佢有極強嘅耐力，所以人類千祈唔可以選擇同熊賽跑，否則真係會俾佢追你9條街㗎。如果大家喺駕駛途中遇到紅人，請記緊留喺車廂裏邊，以確保安全。千祈唔可以響安挑釁紅人，應該等到紅人離開之後，你先可以繼續開車行駛。假如不幸同紅人進行正面接觸，請記得趴低，用手保護頸嘅後邊。如果有背囊，記得將佢放喺後邊，盡量保護自己嘅身體，免受熊嘅攻擊。これは秋田県潟上市で去年の12月下旬に撮影された映像。由於熊喺日本幾乎冇其他嘅天敵，所以佢連狗吠都未必會驚。所以當大家遇到熊人，最緊要保持冷靜，盡快離開現場。呢個就係最好嘅保命方法。而驅趕熊人嘅任務，就應該留返俾專業嘅獵人同埋佢哋嘅獵犬。歡迎收聽日本界隈，喺呢度希望日本嘅熊患問題盡快結束。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集見。